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水面台会，我是王小 K。因为俩下来到花莲秀林乡界富水村，乡亲朋友看到我小不个山头，就是阿酒水那个欣赏空气。我看到那个山头大下，就有部落有人大概所在，按做系阿友。其实呢，从民国62年台湾嘅西半部从新竹界大部就有亏空嘅产业，因为政府政策推动，所以西半部嘅枫木奶产业都晒到东半部来咧。我哋看到嘅那個阿酒水那個欣賞空氣，佢嘅空間都今年就到期咧。不過應該政府還係本季做得繼續燃燒虧才20年咯。啊個消息傳出來，財體嘅見面都有動態嘅反彈，因為就從大家都畫面當看到嘅，佢都嘅生活部落係到咧個空氣係非常嘅安全咯。人擺以為繼續虧才20年，到底會帶來哪條送回呢？今日出面台風係來到嚟花蓮，要搶到立法委員，還有財體區嘅鄉親朋友，還有專家學者，為分足2禮拜嘅時間，好好全面性來探討，從安樣嘅空氣，還有呢個虧空產業，到底到呢個要求環保生態嘅呢個趨勢下。用一個方向就係大家好好嚟討論嘅咯，因為呢下都係許多開會討論嘅現場，請大家共下來關心。好，你下就來到開工嘅現場哦，鄉親朋友呢都是包也都通旁休息，大家都來到倆打波吼，共下關心倆個議題。提前為大家做個來賓，體育來賓的紹介係立法委員高路宜用。好，主持人以及各位主人，還有我們關心亞泥案以及我們礦業法修法的各位朋友，大家晚安，我是高路宜用。第二來賓，我們介紹是法福基金會的專職律師謝孟宇。各位主人朋友，大家平安。第三位來賓的紹介係花蓮環境聯盟嘅會長總部主。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總部主，今日當番起來到安尼客家天使隊村民大會來表達安尼嘅意見。第四位來賓呢，你紹介係東華大學主文所的博士候選人邱寶林。別那麼幹好，雅各貝林本來國深岸，大家好，我是富士村部落族人邱寶林，大家平安。有鑑於今年以來哦，關於這個亞洲水泥在新城啊、秀林這裡的礦區的相關，可以再展延20年的這樣的一個開採礦業的議題呢，在最近是沸沸揚揚。你都在看多代，你還乜個事情鋪？行政開拓風體愛基礦業嘅路後，反對亞洲父母那些部落村民點農業向村里的抗議。20年前還看到山，20年後就變成這樣，再展延20年，會升到什麼地方？這是最恐怖的地方。亞洲父母那花蓮新上山的礦場新礦田對去年11月23開始展業，也就是礦場行了在9月20年。不要再挖了，不要再挖了。把那树弄这个拉给的。那以后垮下来的時候，我們的子孫怎麼辦？我們就住在這個地方來，擔心說這個山將來會怎麼樣？而且你挖了43年，你炸了43年，你的那些賣礦都有沒有影響到？還說它是好的，那個我們不能相信的。面對反對嘅聲，就是對西埔到東埔對某開到有亞泥花蓮廠嘅退休員工有冇同樣嘅看法？人家廠提出來建議，大家全部非常的支持，所以呢，大家對了亞洲水泥廠服務非常的嚴謹，非常的達標所以我希望呢，你啊企業繼續到花蓮經營下去。採礦過後，安全係其他營業互同受理，係個冇採礦嘅廠業同產業嘅運作未係問題。整個亞洲水泥目前照顧的員工大概有1000個家庭以上所以這些家庭呢，幾乎都是我們花蓮在地的一些子弟很怕這樣子影響到他們工作的權益，萬一失業了怎麼辦？都會希望我們民意代表來幫他們這些員工來講話，
合规金的发射问题。第二个，我们要保障我们所有的安全。你要把我们这边所有的员工要正视为正式员工不要给外商再剥削他们的这个薪水了啊！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护士这个地方，我们这不胜岸部落的民都参加他的服务。抗检再延20年，各方都有需求，没有影响。我用我哋评估韩国古道睇大嘅想法咯。出名台北有鲁阳哦，在节目的时候，我们有特别邀请亚洲水泥公司来参加录影座谈。那一开始亚洲水泥是愿意出席参加的，不过在录影前几天又婉拒出席，是拒绝了哈。那另外我们也有邀请经济部的矿务局，也一样是回复说就不到现场来。你听话很多样片啊，很多讲，其实亚洲水泥在花莲在地，它这个开始成立这个采矿的这个事业呢，其实已经有40多年了哈。这么多年来，在地方呢，形成一种可能是美丽与哀愁。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几年来它的事件经历大概是怎么样。其实民国62年，因为这个政府的水泥产业东移，亚泥矿场就在我们花莲的这个秀林乡来成立。75年呢，我们的太鲁阁国家公园成立了哈。那到83年呢，这个要监督环境开发来保护环境为原则的这个环评法公布了。那在86年呢，亚泥就申请第一次展延通过，就是一次展延的这个期限就是20年然后当时环保署的指示是说，这旧矿老矿区它的展延不需要做环评，所以即便是在环评法公布之后，也没有做环评。那么到了102年，导演齐柏林拍纪录片《看见台湾》，我们那时候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山头被挖成什么样子。到105年呢，我们的环保署长李应元就说，国家公园内应该是要禁止采矿，也算是第一次比较正面来管制亚泥的开采案哦。那到今年来，就一连串发生很多事。我们来看下一章，今年来讲非常多的事情。看到重启在3月年初的时候，亚泥的第2次展延案就申请通过了，又是一样在20年，也就是说过去挖了40年，未来还要再挖20年，就是现在是106年，要挖到126年。那3月20号的时候，因为这样子2次展延，所以在地方上引起反弹，立法院就说半年内呢要停止核可其他矿区的矿权展延。到4月2号，富士部落的族人他们就提起诉愿，要撤销这个再次展延的这样子的一个通过。然后6月25号，因为这个公民团体也有在推动，所以在网络上有20万人联署，那有近1000人呢到台北进行这个反亚泥大游行。国内很多今年20年哦，这个亚泥的矿权在今年就正式到期了，不过依法它是继续展现的。到今年23呢。我们的太鲁阁族人自动自发团结，就来封路，要求速修矿业法。这个矿业劳法一定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赶快修。好，那么政院也来回应这样的民意需求，我就修法。所以到12年凑齐基本2张年的事情哈，就推出了政院的版本哦。可是环保团体联合声明说，这个修法的版本呢是假改革。真护航，到今天柳阳我们录影的昨天，在立院也正式开审了矿业修法。这个资料是由亚洲水泥公司自己提供出来的数据。现在看到这个红线的这个区块呢，就是它的矿区的面积将近400公顷。不过呢，实际开采了现在可能是几十公顷。那开采历史我们刚刚看到了吼，要继续开采20年到126年。它的年产量大约1年是600万公吨，1年的产值大概85亿啦。有专家去推估说，它未来如果再挖20年，它的矿值可能来到500亿哈。好，它的争议问题是，第一个，它跟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公园土地是有一些重叠的哈，所以呢，这是破坏生态嘛，就在隔口的地方就有一个开矿的地区，这是不合理的。再来呢，它矿区洞干那个秀林的富士部落就在这个下面，我们可以看到镜头下面就是幼儿园，就是族人生存的地方。哦，这样看起来哈，这是整个这个矿区的问题。我想要先请问一下谢律师，亚泥的矿区会成为一个议题沸沸扬扬，究竟这个矿区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们从它一开始落脚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了哈。早在当时候，这个都是属于我们族人的原宝地啊。好，结果因为这个亚洲水泥看中了我们这个地方啊，这是所谓的这个匹夫其罪、怀璧其罪嘛，就选择了在这个地方，大家的原宝地就申请不到。
好，所以一开始我们一个族人反对这件事是从还我土地运动开始，也就是我们的土地被亚尼强占了20年、40年，甚至现在要变成60年，从这边开始。那到后续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就是说它整个环境是没有经过环评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所以它开挖40年没有做过任何一次环评。当年它在国家公园，它也没有停止开采，可是同时在国家公园其他的矿场是被禁采补偿。好，那他就说我是不小心被划进去的，就这么刚好。然后其实当年大家知道哈，其实宋楚瑜省长那时候有说啊，这个其实亚洲水泥要做环评，可是最后因为环保署刚刚那个函释，他就又不用做环评，又闪过一次。他不做环评的结果，会让人家觉得他其实是有风险的嘛？对，其实因为早期这边相信很多族人有共同的回忆啦，这里开山采矿的时候其实很危险的，在早期的时候，到后来我们讲原基法通过了，应该要经过族人的同意这件事情，到现在也没被落实。直到他这次展现的申请，知道这样的一个修法已经大家很关心了，那他的速度很快，3.5个月就过，其中还有过年的时间，经济部很快通过。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看他的这些申请的资料啊，他明明有很多的环境敏感的区域，包括了土石流、浅式溪流，包括了地质的一个敏感区，还包括了遗址在我们富士的遗址在上面，但是这些东西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提出什么详细的一个评估，我们看不到。所以听起来其实政府还蛮大力支持这个开矿业哦。那宝珠姐，其实这个新城矿区离我们的聚落非常的近。我拿一份资料，过了黑的安利法典间哈，它的限制。以前我们20年前在访矿的时候，我们很认真哈，做了一个套绘的资料。那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线条是断层。好，安利法典同梯筒嘛，3不50就是动一下动一下。啊，再来就是那个黄色的点是矿区的位置，那我们就给它套绘下来，我们都得看到哈。其实我们很担心哪一天发生。如果万一真的是发生大地震，啊，你要骗呢原住民部落，矿下的社区该怎么办？你是说它的客观环境上，这里的地质可能相当不稳定，再加上我们花东地区地震带本来就是多地震多台风，再加上我们的聚落的居民就在山下很近的地方。对，然后还有哈，那时候那个水保局他们刚画的那个花莲的那个危险的那个土石流的那个。现在会更多啦。是。好，那时候我们也做了一点分析，就如果我们跟花莲这个套绘下来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几乎我们也很担心，现在整个气候变迁、降雨尺度的改变，万一发生大水。所以这样子，囊括下来的话，其实在这里开采过去是已经开采了40年，其实才知道说，其实这整个环境是相当的敏感、脆弱、不稳定。而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又很多人居稠密的地方，要在20年就变成是风险上再增加一个风险。不过对于这整体环境，如果说有这么多开发的不利条件，亚洲水泥的董事长徐旭东在过去的几个新闻正式比较具体的回应，他是怎么说的呢？你的可以哈。挖深的，他晓不晓得挖深的好坏？挖深实际上让水位除得更多，不流下去，那么使得将来这个是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湖啊，等等，那养鱼等等更好。这个对我们讲成本更高。你环保要审核我也同意，我也没什么不同意，但是基本上我是在法律前呢。也没有什么不对嘛，我才不会退出，这是我家嘛，这怎么可以退出呢？这不会的，你不觉得我爱台湾啊 ？Come on， 我爱台湾，爱过其他多少人呢？好，亚洲水泥董事长说，我们也是合法申请啊，他要做环评，我们也可以做环评啊。不过刚刚薛律师讲了哈，其实真正在环评法上，并没有真正的具体规范到亚洲水泥的各种矿区的开发。那刚刚有讲到说，这个开采工法哈，从那个空拍我们看到，其实它是整个山头被削去一半，它是往内挖，从700多公尺的这个海拔高度，一直一寸一寸的往下挖，挖到现在就一个大洞。所以他说这个大洞可以养鱼。我们来看，透过空拍的画面，更直接的以在高空的视角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的。我们请导播放一下 ADO。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录影现场，乡亲朋友看到，这个就是乡立的托儿所幼儿园，这样子起飞。原来啊，这个新城的矿区其实就在部落的正后方，在顶头的位置。
飞没有多久的地方，其实现在这个海拔高度已经降到300公尺。你看，慢慢的攀升的这一侧的山，我们看到原来这就是刚刚徐旭东董事长所讲的这个可以储水养鱼的大鱼池。那这后面呢是这个新城矿区后面的另外山的一侧，因为它是一寸一寸的开始往下开挖。你看这个大洞的这个深度非常大哈，其实是整个，所以它就是所谓的内挖式工法，慢慢挖，这对他们来讲是很引以为傲的技术，所以将来可以养鱼，它也不会有什么坍塌的危险。对于这个相关水土保持，这一层一层看到都是他们做的直升的浮鱼。好，我就借着这样空拍画面，我请教一下高路委员，针对刚刚其实亚洲水泥它一向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做的说明，他们对他们的富裕跟开采的技术都是相当的有信心，认为绝对不会危及影响部落族人的生存安全，您的看法？我想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徐董事长，其实我还是觉得我看到的是一个财团的傲慢啊，因为他刚刚讲说我要环评就环评那就环评。但是我想先问的一件事情，当你要来这边开采的时候，你有问过部落族人的意见吗？你有问过部落族人的意见？你有问过这当地居民的意见吗？当初的法律其实就是我们当初说的，这个是非常可恶的法律。有那种就是我不要把土地给你去挖，结果我提存一笔钱，我就可以挖你土地。这个事情一样也是发生在亚泥，一样也是发生在这个土地上。那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社会正义、转型正义的问题，因为过去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往往在遇到开发或是遇到什么样不利我们的政策的时候，我们没有话语权，我们都是在最后才知道，甚至是土地都被挖光的时候才知道。所以他回避了就是我们原住民族的声音，他只讲说我要环评就环评。说实在的，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不管美丽湾环评的这个机制还是有可能钻漏洞。可是呢，你第一件事情，你要不要先尊重在地的主人？他说他口口声声说他爱台湾，不好意思，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些有钱人真的要走，拍拍屁股就走了，发生事情他坐个飞机就走了。我们的原住民族，还有我们在地的族人，我们是黏在这块土地上的，我们跟这边的土地是共生的。所以说他爱台湾，拜托不要讲的那么虚假，我觉得很恶心啦。是，谢谢委员。好，企业财团说他们会尊重族人的声音，但是有真正尊重到吗？今天录影现场，亚洲水泥的公关代表也来到现场了哈，我们请他来就简单的来做一下回应。这位小姐，我们把麦克风给我们亚洲水泥的公关代表，谢谢你今天来到现场。各位客台主持人以及现场富士村部落的村民，大家好。然后我是亚洲水泥台北处总公司秘书处的公关，然后我叫曾香慈。对，然后我今天来的话，主要就是听一下就是我们部落里面的村民的一些声音，然后也很谢谢大家，谢谢。过去呢，在跟部落族人一直说他们意见你们都要听嘛，但是有实际做了哪一些呢？公关小姐，请你做一些说明。今天不多做说明，是。今天是来听大家。好，那我们听到了哈，公关的亚洲水泥公关代表说，我就是负责来听来收集意见，但是呢不做任何的回应。好，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富士部落，我们开放现场，请大家谈一谈这40年来你在这里生活，你所经历到的矿区开采，你过到的生活品质是怎么样？我们把时间开放给现场，先请举手。大家平安。可是我问一下，你们平安吗？你们平安吗？好，这几天刚刚好就是圣诞节报平安，街头巷尾去报平安。可是我们在会长家里面一直在摆诗说，到底我们得到平安吗？我们住在这个矿场底下，第一个我也不要去讲什么法律，我也不要去讲什么环评，我只要一个居住的安全跟基本人权，这个政府给我了吗？不是一项你们觉得是人权是你们的基本核心吗？民进党，我请问。可是今天来讲，我的主人几十户在这里，有幼稚园，有乡公所，甚至我的小学，把我的孩子全部集中在这里的情况之下，万一摊下来，谁负责？所以你们觉得平安受到威胁？平安没有平安啦。我们觉得说我们要争取，我先第一次发言说，我们争取的只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免于恐惧的生活。就是这样。是，谢谢。免于恐惧哈，还有其他乡亲朋友要发言，我们先请白副会长。我想啊，那个亚泥从民国63年到现在啊，也挖了将近43年。这43年呐，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啊，亚泥啊，满嘴的谎言。
雅尼那边开采是3年，最简单的输送带，从矿区一直到他们厂里将近3公里，每天尘烟漫步。你明天早上去看他们输送带，整个都落成一堆。你说他们有做改善吗？没有改善，他们宁愿花几千亿，跟着，宁愿花几百万、几千万的钱去收买那些政客，他也不愿意花这些钱去做他们设施的改善。第二个噪音，第3个转机站那个噪音，第2转机站的噪音，甚至我们居民他7点就开始输送带在运转。甚至碾碎机的那个噪音的那个声音，从7点一直吵到晚上10点，甚至我们在这里开会，12点都还在开采。那我们政府，甚至我们县市政府都没有一些法律或是行政去规范他们。所以您的意思是说，炸山的声音听得到，炸山的震动也都感觉得到，而且甚至会影响生活品质很多。对，肯定。另外就是炸山。炸43年，我想你看看哪一个国家的居民会忍受炸山43年，将近16500多天，你一天炸2次，将近36000多次哪一个国际的居民哪一个人民百姓能够忍受这种痛苦炸山的恐惧，居民的忧心，居民的愤怒我想从这里可以展现得出来。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这座山炸了43年，你整个深层、浅层破坏有多少处？那第2个，我想这个地震，甚至你豪大雨，你造成我们这个居民的这种对这座山的恐惧，甚至对政府的不信任。假如说政府在展延20年，我想我们对。甚至你这个政府我们非常非常失望。是，对于安全的风险跟这个疑虑，其实是长期以来的累积哦。那不过呢，亚洲水泥作为花莲的好像是本土在地产业之一，也带来了许多的就业机会。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影片里面讲，其实因为挑狗动作哈刚一从细板埔也还天然伞的动板埔，所以这边在富士部落除了有太鲁阁族人之外，也有一些我们客家2代移民在这里落地生根，所以它是另外一个在地的产业。是不是也有其他的乡亲也要针对这个来表达意见？我们先请教林干事。小弟非常开心的能够在这里也是我们集结在这个地方来了解一下目前我们所遭遇的一个状况。真的大家都为了这个议题一直不断的一直在讲当然过去的这段时间，我真的是站在一个部落的族人的一个立场来看，真的确实是如此既然国家已经帮我们定好这个办法原基法来保障我们原住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权益，但是呢在前几天这个行政这个版本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即便是企业在地方能够带来就业机会，或者某种程度说地方发展，但是一定要在建立在环境安全监测之上。对，没错。是，谢谢你，您请坐。好，我们请隔壁的田桂芳先生。这个开采的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谈它的恩恩怨怨的事情，因为亚洲水泥在这边开采已经这么久了。我们现在已经也成立了部落会议了，不深岸部落会议。未来我们这个部落会议的方向，我们就要跟亚洲水泥对谈。我是在想要争取的是什么？我们跟很多议题要跟对部落的永续发展我们要提出很强烈的表达意愿，跟亚洲水泥。永续发展的前提是不是先建立在安全上？这是大家都统一共同关心的。对，亚洲水泥在这个地方是，它的企业，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企业家嘛，它应该对于社会的责任要极度的重视，要更加强。对，是，先谢谢您，您请坐，待后续请教您。还有其他，我们其实在地有很多深耕的环保团体，对一件事情他们一直研究关心。我们先请。好，大家好，我是国立东华大学族群关系文化学系的大学生。刚刚有非常多族人谈到，亚洲水泥从来没有来问过族人的意见，可是原基法已经立法几年了，14年，10几年了耶。为什么我们看到矿业法的改革？它的修正案，行政院还可以说，如果原基法没有特别写在这个法案里面，那亚泥可以规避掉这件事情。
行政院的法律素质就只有这样吗？在上一次族人决定要封路行动的时候，我带着来自西部其他来东部念书的大学生一起过来参加。他们问我一件事情：为什么一直听到嗡嗡嗡的声音？隔天早上我们再次回来的时候，才知道那是输送带在跑。我们才知道原来山被挖成这样，原来矿场离部落的族人离得这么近。是，生活绝对是受到影响。谢谢你，请坐。所以整合一下刚刚我们在场相信提到的哈，第一个长期以来这个环境受威胁，这个是他们实际感受的，不是想象而已。第二个事情呢，是在过去这么多年来，真正的在这个矿业开发的这个企业厂商有没有真正从第一线来尊重我们部落族人，来尊重在地居民的意见。然后第三个，在未来的展延20年里面，刚刚提到的，我们现在已经成立的部落会议，怎么样来积极的正面探讨，在这个环境安全的保持上，在这个相关各个方方面面上，都应该要做到更进一步的这个尊重，跟还有好好的来保护，这个都是一个关键的议题。哈不，你的国力困到吼，像传统啊，乡亲朋友讲到，记得宪法到那个就水那个顺挑空气顺挑，真紧多动个困境，你都困，记起嘛个内容。当日都会同住12点半过后，韩国下晝4點半過後，第二組服務內新上山的礦場都會幫山來採礦。今年嘅外幫嘅係愛面紅嘅基搭白，今年嘅村民台飛團隊帶大家實際來感受。3、2、1。爆破那个孔数的话，会随着我们跟村庄的距离远近来去做调整。像今天的距离，它是距村庄是比较近，大概有700公尺，所以我们照我们的规范来讲，我们就今天是有炸2个孔，大概是可以把矿石炸下来是3000吨左右。那它的震动值现在马上会传过来，预估是大概是0.6 mm 每秒左右。当日都帮山黑头空气下半夜破落冲热，特别有感觉。他们说崩炸这样，然后我就把孩子弄一堆这样啊，打到屋顶这样。怕是哪一天有那个土石流了，下大雨的话怕会土石流来的话，我们跑不掉呢。一直以来，今年的山脉都受到威胁。我每一天都有归类过，对。你看这个地方也很明显，那个灯光旁边这个地方，你看也是龟裂了。我们第一代已经往生了，到现在我们第二代在处理，它只能够做表面的修复而已。表面修复来讲，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是做的不安全的，所以说它要有的话就停止炸山。我们市上去打猎最顶的地方那边有一个裂痕，万一那个如果下来的话，我们这边的村都没就比较危险。除了开矿，阿奶没有照顾采体系。的富士国小有5年半的服务时间，只要你提出申請，有計劃，在這個廠莊嘅權利範圍之內，就會提出這樣的經費幫我哋學校服務。所以喺感覺到啲不但沒有增加學校嘅一種環保嘅負擔很顛倒，很多的幫助。你們有沒有建設到我們這個家庭？你們建設就是新城。还有平地人有了，我们呢？我说你们都没有，他说我们改进，他说我们疏忽了。阿奶对地方的地区各有感受，不过今年佢也就会实在需求乜嘢措施。好，采矿呢，就是要炸山、开山，然后取得那些碎的土石，再把它制作变成水泥来盖房子啊，或做公共建设。那开山炸山是大规模的工程。那如果是住在这个矿区下面的部落居民或者是人民的家园，受到的这个影响，就是都是很直接的哈。那我们来看到，其实亚泥呢，在针对他们的这个开采的技术呢，还有这个富裕的这个工作做的努力，他们都是引以自豪的。针对今天村民大会录影，他们也提出了这个书面的回应声明。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影片，就是徐东董事长讲的大意史，其实呢看起来好像是笑话，或者是可以蓄水，像大碗公可以养鱼的。不过在这个水泥开采界，在工程技术界来讲，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内凹式的开采工法呢，他们说是独步全球
手的啦，哈，至少在这个技术水平上是技术含量很高的，而且它是一边挖一边同时做复育。照雅尼的说法，这个是成本花得很高的啦，哈，所以他们很努力在做开采与滋生同时进行，所以呢，可以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但是降得多低，是不是能够真的让族人可以长治久安，没有过去40年的那个困扰呢？这个后续要讨论。我们再看到下一章，他也提出哈说，刚刚我们的部落族人有讲，每次炸山震动从早炸到晚，我们都是都是时时刻刻感受得到。不过他说，我们的爆破震动这个维持的震动系数啊，比起全球来讲，我们的系数是很低的，也就是说越低越严格啊，几乎没有感觉。那这是雅尼说法，他说没有感觉，可是我们的居民在现场说法是当然有感觉，因为我们看到影片连房子都裂掉了哈。那当然，这次我们邀请了矿务局，矿务局也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回应，他是说，针对提问雅尼采矿权的展现案有没有涉及违法啊？有没有呢？他怎么说？行政院呢，在106年就邀请了法规会、政风处这些单位都去进行检视，矿务局依矿业法来核准雅尼的矿权没有违法。我们再看下一章，他怎么提到呢？雅尼常年的采矿对民众有没有冲击？好，这是我们的国家政府部门他做的回应是，雅尼矿场有委托了环保署认可的日阳环境工程公司，分别在几个敏感地区，包括矿区的所在、紧邻民宅，还有立雾溪跟台八线公路这些地方去做了环境监测，而且各种监测的结果，包含空气、噪音、震动、水质等等，都是符合环保规范的呀。谢律师，我请教一下，看完这样子政府部门做的回应跟雅尼的再三保证，你的感想是什么？那其实行政院的立场，我们大家都很知道，就是跟经济部跟财团站在一起。那对于行政院的诉愿结果，其实我们本来就不意外，甚至在整个原子辩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感受到说，其实这个有这感觉是就是帮着这一方啦吼。那所以我们现在也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所以这个案子是最后还没有确定的这可能要这边要澄清啦吼。再来就是说，当然雅尼这边提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这毕竟是你自主监测的结果。那我们通常自己说自己好，不是真的好啦。那你为什么不用透过一个比较好的、公开的、公正的一个机制，譬如像环评的机制，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这是我们也长久以来一直不断的在讲说，你说自己好，你说自己很好，可是你实际上你提出的这些数据只是可能我们要关怀的一部分，可是就整个环境影响评估来说，它是会看到更多的面向，是还有社会影响的面向，对族群健康风险的一个追求。你说爆破对建筑物没有影响，对人体呢？你有没有做过长期以来的这个健康风险评估？有没有追踪每个人开采43年来的整个健康的风险？你没有嘛？所以你怎么可以说盖然说我对这边当地完全没有影响？那我想这个是有点言过其实啦。宝林你怎么看呢？从各种的监测数值来讲，都是安全无疑的啊。这样子的科学说法，你的看法？我觉得科学都可以做出那样的数据是可能，但是对部落族人所实际的感受不一样。尤其当我们每一天都会接受到那个震动的情况，这是很明显的，不会像他们所讲无感。这个当他说无感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是假话。第二个是，当有大风大雨来的时候，那种感受，我觉得在山下的部落族人，或是在这个矿山后面的那个石林还有教会那一带的那个部落族人，其实那种威胁感更明显。尤其当那个无名溪水暴涨的时候，整个它所谓的绿化那个山坡地没有办法水的部分没有办法在大雨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缓冲的效果的时候，其实那样子的一个无名溪突然暴涨，然后甚至威胁到底下可乐部落的那个居住的地方。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只有山下，它影响的范围其实是更大。那另外，如果说展延20年，这20年我们要承受的那个问题，并不是台北他们所做的那些办公室的那个官员或者是企业家能够理解的。听完你讲到哈，其实这么大的一个开采事业，到底我们的原基法，我们现在原基法21条讲说，有原住民族人有知情同意权。那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实践呢？矿业法其实民国19年就设定颁布了所以算是一个很老的法。在当时的社会时空的背景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有很多条文都是不合理的。好比说，它就是矿业权为大嘛，如果说政府单位你要取消它的矿权，还要赔款，或者是说呢，这个矿权呢，它其实独立在人民土地财产权之外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你背后要设为一个矿区，你是不会也不必知道的。所以等等这些
不合法的这些条文都要慢慢的修正。所以我们也知道说，政院版的这个矿业法修法也正式推出来了。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老法哈，我们一定要有很进步的修正方向。所以看到6大项的修正要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加强监督管理，那再来要删掉不合理的条款，包括什么赔款啊等等这些，强化环境保护，你要捕捉环评，而且呢这个环评你要有环评的一个保护办法，你要环境保护的办法要提出来。那开放资讯与公民参与，这个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了哈。还有明定回馈机制，再加上落实原住民的权益。好，我们今天讨论一个具体的焦点，怎么样真正的让在地的居民他们的知情同意权是可以好好被践行的。我们来看下一章，这张是我们的谢梦雨律师提供的哈。我们先请律师带着麦克风到台前来。如果说我家要采矿，我们富士部落的居民要再采矿，要再展延20年，我什么时候可以知道我的意见有没有办法被作为决策的依据？可以拒绝吗？其实如果说整个从新设啦开始啦，但基本上就算展现，大家也不会知道，因为矿业法说了，我不必通知你们啦。不必通知的，不必通知啊，所以不会知道。他唯一有可能知道是在我新设或是我新设矿业权之后，我要新开发新的用地，那时候我才会去通知土地所有人跟关系人。可是这种你要等到新的开发用地很难吧？因为我一展延又20年，展延又20年。没有错。那我们台湾的矿几乎都是旧矿，几乎旧矿的情况之下，包括亚洲水泥这一次开采，大家知道吗？我相信没有人被通知到啦。所以在20年不需要他们同意的意见。不需要。然后像有的人好不容易抗争了很久，拿回了2笔土地所有权人，那他们的土地不愿意被用，可是还是可以直接这个提存租金来做直接的使用。这不合理部分。导播，我们请再看下一章。那律师，我就要请教，现在原基法它也要践行这个知情同意权，就这样简单来看，政府跟民间的对这个什么时候要来践行知情同意权，好像落差蛮大的哈。目前看起来好像都是新矿权才要，可是我们要知道，再开一个新的矿没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就放在既有的矿权，就老矿区来看好了。以这样简单的来表格来谈的话，你觉得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其实他现在这个是当时候这个行政院这样的一个协调会议做出来的结论，然后它这个新的政院版本也有一点改变，然后它通通都把它放在矿业用地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不管我这个权利是不是设立权利阶段呢，基本上这边已经不需要了，它只有看用地这里是好，那可是如同我刚刚讲的，你要新设定矿啊，现在是比较困难一点呐，所以基本上这边几乎是假的。好，所以重点还是在既有的矿场，我要怎么办？好，那现在这个地方呢，他说，哎呦，新用地这边是 OK， 这边要做。好，展现的时候呢，要不要？他说要，可是不好意思哦，我是新法生效以后的才要。那代表什么事情？第一个，我现在排队被冷冻结那50几个，通通不用做。那好，那我以前的嘞，以前已经存在早就存在的矿场，然后在我们原住民族土地上的，要不要做？不好意思，通通都不用做。是，律师你请回座。所以律师，我最后再补充一下，所以呢，在亚泥开采案的这件事情上，不管刚刚我们的部落居民讲了他们怎么样身心上都受到恐惧的威胁，但是在法定上他们都没有被要咨询同意。对，如果以亚泥这个案子，就算我们在法院当中千辛万苦把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决定给撤销，回来到申请阶段，依照现在行政院的版本，我们撤销了他的这个展现处分，但是族人依然是没有知情同意权可以践行。谢谢律师的回应。那高路委员，其实我们今天录影，昨天在立院也开始进行这个矿业法修法的审议。就您的了解，目前在院会的气氛大概怎么样？那你自己怎么看这次修法的几个重点？目前来讲就是说，不管是环评或是什么，可能都有机会进入到委员会的讨论。那我们只要谈到原住民的知情同意权不管是召委主席他在讲，就是说，既然就是原住民的知情同意权散落我们各个委员、原住民委员的要求，其实都是不管是在这个新设定矿权，或是矿业用地的核定，或是展现，或是新增的部分，我们每一个阶段都要践行知情同意权。可是呢，因为大家就会又用一个这种文字游戏，用策略的方式，就是说，既然这个四个这个阶段呢都要经过知情同意权，我们干脆把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丢在旁边，我们先讨论其他的条文，等到整个条文顺完之后，我们再来处理原住民的问题。它是最有争议性的是吗？这个我在立法院从我上任到现在，我发现不管是国民党
不管是民进党执政，对于原住民的权利，跟大家各位报告，对于原住民的权利，我们都是切割处理、另案处理，或者是摆在旁边不处理。要处理还是很难处理？就嘴巴说原住民的这个议题原住民的权利很复杂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花点时间来处理。这个不管是从原住民的转型正义，一直到这个矿业法都发生。那我再讲一个，就是我亲耳听到的。我们在审矿业法的前一个礼拜那时候就是王美花次长带着这个矿业局长，还有其他经济部里面的官员来到我们党团，来跟我们说明时代力量说明说，他们这次政院版的内容是什么。那当然就是对于原住民的知情同意权，我们僵持不下大家我们有我们的坚持。然后次长对我们说了什么？这真的让我瞠目结舌。他说，国际上没有一个立法采矿要经过原住民的同意。这真的是笑掉大牙了，我真的是笑掉大牙。为什么？我讲一句实在话，国际上先进的国家对于原住民的权利是非常前进的，他们已经走到很前面的。举例来说，我们去看的是美国印第安保留地。它的矿权是属于原住民族的，或者加拿大，他们要采矿已经谈到是要跟原住民谈分红，或者是澳洲也可以有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或者是菲律宾的自治区，他们是可以按照这个矿的种类来去谈条件。所以这个原住民或者是说部落族人的这个知情同意权不但重要，而且一定要实践。原住民的知情同意权是最低端的、最低度的道德，在国外已经让原住民族拥有这样对矿业、矿产的管理权。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进步，就是那个心态没有进步，还倒退路。知情同意权原来还是最低门槛，可是会不会很可悲的是，最低门槛我们可能都还没办法做到。现在开放给现场，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议题在大家身上你们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先请我们的委员。首先，我要对这个徐大老板刚刚讲的说这个“储水养鱼”这句话我是蛮有意见对他因为这样的说法，包括他的讲话的态度，非常的傲慢，觉得有受到伤害，非常傲慢，等于在欺负我们原住民而且他缺乏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做生物多样性啊？这个是国际大家所认定重视的。所谓的生物多样性，就是在很自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维护自然，维护这个地方的所有的生态之下去做的。你是违背生物多样性，先破坏这边的山林，然后再挖深的去养鱼。这个我们族人都在笑啊，怎么可以挖山洞养鱼？不要说我们族人在笑，外面一般的人都在笑。可能只有许大老板不知道，外面的都在笑他。那企业方也说，他们都非常愿意要倾听在地族人的声音，要尊重你们意见。在实际感受上呢？感受上当然非常不愉快，我们觉得他在欺负我们了。你态度那么傲慢，这个是完全不礼貌的，对原住民不礼貌。第二个，我要对他刚刚讲说，这是我的家，我表达严重的抗议。我告诉许大老板，这里不是你的家，这里是太鲁阁族人的家。是，谢谢你的意见听到了。我再讲一遍因为我们太鲁阁族人在满清政府在统治台湾的时候就已经住在这里了。你那个时候在哪里？而且未来你们仍然要继续居住在这里。当然是啊，这是我们的家。我严重的抗议他讲这话。我希望这个不是他的家。如果你再不好好践行原住民基本法、智商同意权，而且我们要求在总统府里面要制定原住民基本法重新再定。尤其是矿业法里面要重新制定这个要溯及既往这个条款。好，我们这个没听到了。有定的话，这一次在原转会总统府里面，我们所有委员都会提。我希望徐大老板，你要好好跟原住民好好坐下来谈。如果不这样谈，你就应该离开这里。委员请坐。我们请郑文全大哥。我们这次这就会封路8天，为什么封路？为什么封路？因为已经忍受了43年。
所以封了这条路，只是第一波而已。因为你今天政府跟财团勾在一起，勾得这么紧密，我们看到的，你完全漠视矿下住人的生命安全，完全看不到。包括这一次原居法所修正的行政院版，亚泥一样强度过关，为什么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样子？你将来这个原居法是将来20年后才能适用在亚泥这个区块的，我们绝对反对到底的。我们说你是非法展延，你说不对；我们说请你撤销矿权，你说不对。这是我们族人的声音，是，我们族人的声音。您请坐。那我们也请我们其实在地方也成立了这个反亚泥的自救会，我们请会长。其实我们这个部落已经是受到最危险的地方。说今天我认为啊，先不要修法，就直接进采，才是真正的保住我们这个部落的安全。你再修法，他还在继续做，我们仍然还是遭受到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说，这个政府为什么不要顾及说我们这个富士村部落的安全？我们抗争这么多年，我们国人都听到了，海外也看到了，为什么还要这么霸道？对不对？是。好，先谢谢会长。其实同整刚刚部落的族人，我们听到了哈，有很高度的共识，他们是要安求一个永保安康的家园，可以继续在这里生存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愿望，有没有可能在政府部门的把关，在矿业修法的更进步下，可以达到这样的梦想呢？事实上，在原居法21条之后，也开始在积极的推动，在部落在地方可以成立部落会议。那现在据我所知，富士部落也成立了，在11月初也成立了自己的这个部落会议，是希望可以统整部落族人的各种意见，来作为一个窗口，将来在各种的外界的公共议题上，可以当为一个意见的依据。好，那我们部落会议里面的干部成员，来，我们先请这位。各位主任大家好，还有主持人大家好。我想请问，在部落成立的这个部落会议之后，族人有没有过一些什么样的公共讨论？是希望整合大家意见，对于亚泥在这里继续开采未来的20年，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个主要的诉求？这边我们部落会议这边也没有成立一个专案，这里面专门讨论这个。有关于亚洲水泥这个部分，是这个专案里面这个部分里面有关于它开采安全以及回馈的部分，我们有正在进行中。这个目前哈，这个有我们的一个委员，我们白校长白市也正在负责当中，我们正在进行当中。那我们就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这个专门是亚泥案的这个召集组的组长哈，我们请白校长来说明一下，到底在部落会议的运行状况怎么样？像刚刚委员讲的，其实呢，中央这个原住民的权利，我们现在还不要追求到高端哦，低端至少先做到，但是我们落实到部落，怎么样才可以让这个运行变成是实质有效的？你有些什么看法？主持人，在座的各位大家好，大家晚安。事实上，这个问题我一直跟我们自救会讨论，一定要把我们这个议案送进我们的部落会议，让大家很关注。事实上，单打独斗是不够的，必须要靠着群众的力量。那部落会议就是一个大团体，一个群众。如果大家能够集齐大家的这个力量跟思维的话，我相信很多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是我们听到意见，谢谢。今天我们秀林乡公所的代表也来到现场哈，本来是乡长亲自要来，不过现在是请我们社会课的课长。课长你好，现在因为现在部落会议哈，希望这个积极的来成立，是希望这个部落社区里面的公共议题可以有很明确的这个诉求被呈现。那可以谈一下吗？公所的立场在辅导，尤其是在针对这一次亚泥马上就要就地再开采20年这个公共议题上，在部落会议的不管是相关的讨论也好，或者专业意见的呈现，公所这边可以协助什么？主持人好，还有我们现场的来宾，大家晚安。那秀林乡公所基于行政中立的立场呢，我们绝对尊重我们今天反亚泥团体的诉求，还有以及亚泥员工的权益跟工作权。所以反亚泥是一个团体而已，另外也有支持这个在地产业发展的居民吗？请问，那这样子在其实就整个部落会来讲话，部落就是左邻右舍嘛，都是同一个聚落。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旗舰，怎么样可以透过部落会议比较实质有效的来践行呢？你们会怎么样让这个部落会议可以更快的上轨道也好，或者在意见的整合上多做一些帮助？
这个部分的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是请我们那个承办的那个柯先生？承办员今天有来到现场对是吗？对。哪一位请站起来做个回应说明？来帮我们做一个回应。是，谢。今天也是临时科长请我过来哈，因为我不是承办人。那今天来其实带着很复杂的心情哈。当然科长也是说，其实大家的意见他们都会听进去哈。那现在雅尼在续作的部分已经送到我们的公所在审查中。好，那会陆续到我们先书面审查之后，会提送到我们图审会做详细的审查。好，那我们图审会会依照自己的权责，好做一个审查，然后送到县府做核定。好，那有关部落会议的话，其实我们当然是尊重部落会的，公所会尊重部落会的声音呐。我想请教一下，如果部落会议大家的共决是反对雅尼在这边继续开挖20年，那公所呢？那这部分其实就是要图审会这边做审查，这我没有办法这边做好回答。其实我们谢谢乡公所在这边做的一个回应哈。那最后我们也请教宝林，其实，在部落会议来讲，过去好像没有真正的存在，现在有这样新的形式的，其实在这个实质有效上，怎么样让它更落实？我先跳开来讲，第一个部分是我希望说立委在这里，那对我们部落本身来讲，或部落会对于行政院版本的矿业法绝对的拒绝或者是第一个是尤其那个时间点展现这件事情，说从它的法令实施之后才存在这件事情，是绝对要把它挡下来。因为原住民的权利不是说至少是在原基法成立之后，政府就要开始保护，不是说等到它矿业法要修的话，如果说其他像国家公园法要修，它才开始100年之后才修，那原基法不是100年之后才实践。那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的正义，或是总统府那边所谈的那个转型正义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部落或自己族人来讲，或对原住民来讲，非常坚决的这个事情。第二个部分是，就部落会议本身来讲，我必须先解释，我们也许40年采矿到现在来讲，部落一定有可能不同的声音，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当我们站在原基法的立场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进到原基法下，然后产生部落会议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一个声音，就是我们要坚持原基法里面所主张的权利。那他所谈的同意事项，其实是一个最弱的权利，连同意都要剥夺。其实，在矿业法的这次行政院版本矿业法都要在这个雅尼案都要剥夺，其实是我们部落的声音是绝对的反对，或者是甚至说你要我现在说讨论问我说要不要去封路，我绝对支持。所以其实在整个的法令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在部落这边的声音是这样子，但是另外是我们从雅尼矿场工人的那个需要来讲，其实我们的声音也是支持说，希望修法的过程中把这个企业要保障部落族人或这个在地的矿工的未来的工作保障来讲，其实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修法修进去，这是基本我们的立场。谢谢。谢谢。其实西腿紧紧埔紧夯紧染挑狗，如果我们政府是所谓以这个矿业权为大，很多的这个矿业就算是一个特许事业，有国家很大的这个国家力在支撑帮助的。不过时代已经过了40年之后，公众参与、居民、部落族人的权益，在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世纪上，都一再的被呼吁，但是实际上它的实质有没有可能真正落实在公民社会，这都是非常值得也会被大家检视的。下年礼拜呢，安尼有继续多了现从对唐向亲朋友，继续对未来阿奶为多了偏对亏欠20年，这20年单单只是他们的企业厂商矿址得到的利益的回收吗？还是在地方来讲，20年会带给他们未来的子孙是什么样的宪法内容？你下礼拜出面台府捍卫继续对关心讨论两张议题，也请大家继续收听。